出来是婚姻的消息，婚姻县定古迹土库顺天宫已经有188年历史啊！经过几啊摆地动、风台等等灾害破坏，已经有必顺漏水等等情形，今后经过7摆流标了后，总算会使修理啊！ 土库顺天宫已经有188年的历史，刚伫咧86年前做一摆大规模的整修，经过真侪摆风台、地动、古迹损断甲真严重，若漏水壁嘛变甲真大船。好加载吼，咱透过文化部吼争取啊，咱的这个县定古迹吼这个整修啦吼所以呢今仔日啊，咱会当顺利来签约。比方讲，因为物价波动，工程招标1摆拢无成，这摆加码400多万才顺利标出。今仔阮正式签约吼，感谢各界吼，遮尔热心吼来关心阮土库顺天宫的迄款重修。期待土库顺天宫经过这摆整修，会让互民众更了解建筑物的历史意义，嘛互县内文化资产会让好好保存落去。